成功与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两个方面，它们相互交织，构成了我们经历的全貌。成功和失败的定义因人而异，但其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影响的作用却是普遍存在的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探讨成功与失败的不同面向，理解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，以及如何从中获得成长。成功的定义与意义。成功通常被视为达成了某个目标或理想。这个目标可能是职业上的升迁、学业上的优异成绩，或者是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感。成功的定义因人而异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成功可能是建立一个繁荣的事业，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，成功可能是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或实现个人的梦想。成功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带来满足感和自我肯定。当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时，我们会感到努力是值得的，这种情感激励我们继续向前。不过，成功不仅仅是结果，它的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成功的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克服困难，发掘自身的潜力，这些经验往往比结果本身更加宝贵。失败的定义与意义。失败通常被视为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或理想。它可能是事业上的挫折、学业上的失败，或者是生活中的困境。与成功不同的是，失败往往伴随着挫败感和沮丧。这些负面情绪有时候会使我们感到迷茫和无助，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然而，失败也有其积极的一面。首先，失败是学习的重要途径。它能够揭示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不足，并促使我们寻找改进的方法。通过分析失败的原因，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弱点并加以改进。其次，失败教会我们坚韧和毅力。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我们学会了如何重新站起来。这种精神上的锻炼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。成功与失败的相互关系。成功与失败往往是相互依存的。一个成功的故事往往是无数次失败的积累和磨练结果。很多成功人士在他们的成功之路上经历过无数的挫折和挑战。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运气和天赋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学习并持续努力。例如，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·爱迪生在发明电灯泡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，但他从未放弃。爱迪生的名言"我没有失败，我只是找到了10000种不行的办法"正体现了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他的成功源于他对失败的正确理解和对未来的坚持。如何应对成功与失败？应对成功与失败的方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态。对于成功，我们应该学会谦逊和感恩。成功可能会让人感到自满，但持续的谦逊和对他人的感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，避免因成功而迷失方向。对于失败，我们需要学会正面应对和积极调整。失败不应该被视为终点，而是一个学习和改进的机会。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反思自己的策略，寻找改进的方向。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灵活的应对策略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恢复信心，迎接新的挑战。结论：成功与失败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，它们彼此交织，共同塑造了我们的经历和成长。
成功让我们感受到努力的成果，而失败则教会我们如何从挫折中学习和进步。理解这两者的关系，并学会如何正确应对，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，勇敢前行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成功与失败都只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，它们共同促进了我们的进步和成熟。